奶奶的彩虹料理。阿光最喜欢吃奶奶做的料理，也喜欢看奶奶做菜。奶奶打开冰箱，准备食材，有好多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，好像彩虹。红色的有番茄、苹果，橘色的有南瓜、胡萝卜，黄色的有玉米、香蕉，每一样都好好吃。绿色的有花椰菜、高丽菜、小黄瓜、青椒，好多好多数不完的青菜。看着紫色的茄子，阿光虽然不太敢吃，但是奶奶说很营养，阿光还是会把它吃光光。全家人一起吃奶奶做的彩虹料理，是最幸福的事。好棒！故事读完了，小朋友，你想要分享故事给你的哪个家人？奶奶把卡片拿给家人看，说说故事吧。